大家好，我係工聯會康寧服務社理事會主席潘佩球醫生。康寧社係一間註冊嘅非牟利慈善組織，以自負盈虧嘅方式喺土瓜灣同觀塘開設有長者活動中心，推廣老有所為，心繫長者嘅福祉。另外，康寧社一直關注長者精神健康，積極培訓長者成為精神健康大使，透過開設講座、藝術、園藝、運動等等嘅工作坊，提升長者對精神健康嘅關注，享受幸福安康嘅黃金歲月。一年一度嘅愛心券籌款即將嚟到，我喺呢度呼籲各位善長慷慨解囊，認購康寧社敬老護老愛心券。多謝大家。大家好，我係康寧社理事會副主席李醫生。今年敬老護老愛心券響10月25號到11月30號開賣。康寧社一直同工聯會各屬會同埋地區服務處嘅長者組攜手舉辦多元化嘅活動，由智能手機班、健康講座到義工服務，擴闊長者嘅社交網絡，活出精彩嘅晚年。每一項服務，每一項活動都有賴社會各界嘅支持，請大家鼎力支持康寧社敬老護老愛心券嘅籌款活動。請多多支持工聯會康寧服務社愛心券籌款。